对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个建委啊，金丰餐厅的头家仔囝，细汉伊拢第一名，我拢吊车尾，我要甲抄，伊拢无爱我看。啊，定定嫌我垃圾，搁老苹果。什么老苹果呢？我甲你讲，有一个搁摕皮衫起来食。我毋是有本事啊！这两个啊，我好兄弟啊，红的文钦，一个是做水电的，一个是戆囝，是甲人咧含面啊。小妹，你若介意哦，以后会当叫阿爹电话带你来。好啊，我感觉气氛就好诶。来啦，坐啦，哎，徛个种啦。气氛好，毋就是爱看电视上带你来，对吧？啊，我食饭。哎呦，你哪里你有听到？跳啥？那个严嘎嘎，有啊，严嘎嘎。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现在唔怕这。你哪跟这个食啊？我食袂落啊，我即摆腰喺别项啊。哦，别讲。老讲诶。给，来，坐。小妹，讲话来。袂歹。袂歹哦。明白啊。